来过来是社会消息，来看这件是乌食乌。天道明一个干部听到伊的下骹手一个细汉的，甲这个前同事有债务的纠纷，伊就设局，甲这个被害人骗去台中，毋但讲整讲拍，搁讲下药啊，互人昏迷。刷落来走到这个被害人伫咧台北的徛家，讲摕走着300多万的现金，讲要赌销。但是讲摕这个钱根本都无互伊迄个细汉的，是全部拢家己甲暗起来。啊，讲这个有强度的前科，即个过来犯案，防移送法办。特勤中队人员冲入门，这嫌犯惊一条，有的要你困，连衫裤拢袂付穿，都互环境团包围。他们手机响，手机响，靠右边了。另外一间租厝的所在嘛被大动作锁锁，嫌犯看到环境进门之后，乖乖啊就北。原来这个恶煞涉嫌掠人，搁真大胆，入到被害人的厝内，将现金金啊拢共抢去。有进来我们大楼晚上凌晨2、3点进来，把他的钥匙啊直接进入他家。出去的时候带袋子出去啊，2、3袋吧。原来涉林的主嫌是天道明北山会干部，听到细汉的伫怨叹讲前同事欠伊钱，拢无要还伊，伊正有义气讲要斗相共，约这个姓齐的翁仔某去台中食饭，甲因北来了，搁举铁腿共讲，毋若抢走因身躯所在10多万的现金，走去因台北徛街抢走300几万。时机售票兵分多路，将该不法集团查缉到案。除此之外，该犯罪集团并涉嫌经营赌博网站，亦一并破获。警方进一步搜索伫嫌犯所在的所在，抄到手机啊、空气枪甲刀等等的证物，将6个嫌犯拢总抓起来。今日上头前这个姓林的主嫌本身就诈欺、妨害自由、强盗等等真济前科，进前嘛捌用同款的手法伫新庄犯案，即摆讲要替细汉的讨笑，却将这个钱拢藏入家己的落地仔内，最后同款逃袂过法律的制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